我同洪漢義、洪漢民關係好，皆因我老豆同佢哋老豆洪傑波係一齊從內地嚟香港嘅潮州同鄉，兩家人關係好到唔識講。呢種世交關係為我哋嘅結識鋪好咗基礎。如果話洪漢義係我嘅武力後盾，咁洪漢民就係我嘅軍師。佢人叫佐治，絕對唔係小角色。早年喺台灣發跡，90年代初夠膽轉去澳門葡京做貴賓廳，識嘅人橫跨黑白兩道。最關鍵嘅係佢同華懋嘅龔如心係老友。當年龔如心同家翁爭8億遺產，一審輸咗，洪漢民特意揾我，話龔如心夠義氣，幫佢一次實。冇錯。我信洪漢民嘅眼光，冇多講就借錢俾龔如心打官司，最後打贏咗呢場世紀爭產案。正因為今次結緣，我洪漢民同龔如心決定搞件大事，競投澳門賭牌。嗰陣澳門賭權開放，我哋三方出4億，雖然陣容勁，但最後都被踢出局。雖然輸咗，但我更睇好洪漢民嘅能力。佢識得連埋各方勢力，連龔如心呢種亞洲女首富都肯同佢合作，絕對係商界嘅明日之星嘅。2005年結好控股配股，洪漢民直接拉埋我、鄭裕彤、梁安琪呢班人入股，呢個陣容足以證明佢喺商界嘅分量。至於洪漢義，佢喺2000年喺旺角彌敦道開咗間 disco， 係當時全香港最大嘅。開幕嗰日場面勁過電影首映，我當時冇多講，訂咗間日租2萬嘅貴賓房撐場，仲連續訂咗1個月。